有一件藝術品，差唔多70米長，年紀接近1000歲。佢記錄一場改變英格蘭命運嘅戰爭，有權力鬥爭、長途遠征、互相背叛等情節，可以話係中世紀版嘅大型宮鬥劇。但最離奇嘅係，全世界都叫佢做巴約掛毯，但係佢嘅真身其實根本唔係掛毯，而係刺繡。一般人認為巴約掛毯係11世紀後期嘅作品，內容講述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以及一連串嘅政治事件。佢長度接近70米，但高度只有大約50厘米左右，即係好長但好窄。你可以想象佢好似一條由左至右嘅中世紀 webtoon， 人物由左行到右，騎馬出海造船集結打仗，一步步咁樣推進。上面仲有拉丁文字幕，正所謂畫公仔畫出腸，務求令觀眾知道每一幕發生緊咩事。成件事其實好簡單，英格蘭皇位懸空咗，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先係合法繼承人。故事要返去1066年，當時有懺悔者愛德華之稱嘅英格蘭國王去世，冇留低一個大家都服氣嘅繼承人，皇位一空出嚟，麻煩就嚟啦。最重要嘅兩個人物，一個係英格蘭貴族哈羅德·哥德溫森，另一個係諾曼第公爵威廉一世，亦即係後來大家熟悉嘅征服者威廉。威廉嘅講法係，愛德華生前曾經答應會將英格蘭皇位交俾佢。而巴約掛毯成個敘事同構圖，好明顯就係企喺諾曼人角度出發，佢想同觀眾講，威廉唔係侵略者，佢只係攞翻本來屬於自己嘅嘢。換句話講，就係我唔係搶，我係收翻啫。相反，哈羅德就被描繪成一個曾經向威廉宣誓，後來又自己坐上皇位嘅人。所以巴約掛毯唔單止係歷史記錄，更加準確咁講，佢係一份視覺嘅抗辯書。佢用圖像同觀眾解釋點解威廉出兵英格蘭係合理，甚至係一個正義嘅舉動。即係話呢件作品唔係純粹講發生咗咩事，而係想話俾你知你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一件事，希望更多人信服出兵嘅必要。成個故事由哈羅德前往諾曼第開始，佢乘船離開英格蘭，去到法國海岸，但係遇上海難，隨即被當地居伊伯爵囚禁。掛毯用呢一段展示哈羅德一開始已經落入別人嘅掌控。威廉得知哈羅德被俘虜，派使者命令居伊伯爵放人，表面上係營救，實際上係威廉開始掌控主導權。威廉支付贖金，將哈羅德帶返自己宮殿，令哈羅德重獲自由。但係好多歷史學家認為呢一次營救並唔係咁簡單，威廉特登係令哈羅德欠下巨大嘅人情，令佢喺道德同政治上佔優勢。正因為有呢一次救命之恩，威廉之後要求哈羅德宣誓效忠，到哈羅德稱王，威廉就可以話佢背叛誓言，將入侵包裝成正義嘅行動。要明白喺中世紀，誓言唔係今日我哋講得請你食飯啦，下次嗰種口頭承諾。誓言係有宗教同政治嘅重量，你喺聖物面前宣誓之後反口，就唔止失信於人，仲失信於上帝。喺當時嚟講，呢件事就非常之嚴重。之後哈羅德同威廉一齊行動，參與布列坦尼戰役，表面係盟友，實際上兩個都係少女藏刀。去到愛德華離世，哈羅德被加冕成為英格蘭國王。呢一個時候，掛毯出現咗一個好出名嘅天象——哈雷彗星。中世紀人通常會將彗星視為不祥之兆，所以對當時嘅人嚟講，哈雷彗星唔係浪漫嘅天文奇觀，而係象徵住個天喺度警告大家，英格蘭就嚟出事啦。威廉聽到哈羅德稱王之後，就開始建造船隊，集合軍隊，準備橫渡英倫海峽。掛毯喺呢一部分用咗好多畫面描繪船隻、木工、武器同補給，呢一啲細節好珍貴，因為佢俾我哋見到中世紀軍事遠征到底係點樣組織、點樣處理物流同埋分配人手。最後，諾曼軍隊登陸英格蘭，雙方喺克斯廷斯附近決戰。呢一場就係著名嘅克斯廷斯戰役。掛毯最出名嘅場面之一就係哈羅德之死。畫面入面有一個人物好似被箭射中眼睛，
旁邊又有一個人被騎士用劍斬殺，到底邊一個先係哈羅德呢？學者到今日仍然有討論，但無論邊個畫面先係真正嘅哈羅德，敘事效果都好清楚。哈羅德一死，威廉就掃清最後嘅障礙，由嗰刻開始，英格蘭再唔係原本嘅英格蘭。因為喺戰役之後，英格蘭嘅政治、語言、貴族階層，甚至係文化方向都出現咗重大嘅轉變。諾曼貴族進入英格蘭，法語成為上流社會嘅重要語言，城堡、法律、土地制度同統治結構都出現咗變化。所以巴約掛坦講嘅唔只係一場戰役，而係一個國家被重新編寫嘅開始。你可以想象，呢一塊布唔係得幾個主角，而係一個完整嘅中世紀世界。成幅作品入面有600幾個人物，仲有200幾匹馬同埋驢，41艘船，37座建築，加上各種動物、邊框圖像同埋類似神獸嘅裝飾。佢唔只係講一場戰爭，而係將整個11世紀嘅權力世界鋪喺你面前。不過喺呢一個龐大嘅世界入面，女性幾乎隱形，學者通常只數到3位女性人物。喺一個講皇位、戰爭同男性權力嘅故事入面，女性大多只係邊緣嘅存在。呢一點亦提醒我哋，巴約掛坦記錄嘅唔只係歷史，亦係一種由男性貴族同教會主導嘅歷史視覺。但係講翻呢一幅咁經典嘅作品，竟然有一個重大嘅誤會，佢其實唔係我哋一般定義嗰種掛毯。真正嘅掛毯圖案係喺織布過程入面同布面一齊織出嚟，即係經線緯線本身已經形成圖像。但係巴約掛毯唔係咁，佢係先有一塊織好嘅亞麻布，再用羊毛線喺上面繡出人物、馬匹、船隻同文字。官方博物館亦明確指出，佢雖然叫掛毯，但係實際上係羊毛線刺繡喺亞麻布上，所以更精準嘅叫法係巴約刺繡。但幾百年嚟，大家都叫慣咗巴約掛毯，約定俗成，所以一直沿用至今。藝術史有時都係咁嘅，個名錯咗，但錯得太有名就變成歷史嘅一部分。輪廓線同文字主要用競針呢一類針法，勾勒出人物、馬匹、船隻同拉丁文字嘅線條。至於大面積填色，就用咗一種被稱為巴約針法嘅鋪線針法。巴約針法可以想象成先鋪線，再釘實。工匠會先將一排排羊毛線平鋪喺布面，形成一大片顏色，再用另一條橫向嘅線，好似欄杆咁壓住，最後用細針腳固定。咁做有幾個好處：慳線快，特別適合填大面積，而且會令畫面有一種好明顯嘅線條質感。而掛毯嘅顏色主要嚟自幾種植物染料，松蘭帶嚟唔同深淺嘅藍色，西草嘅根可以染出紅色系，包括紅、粉紅、橙同啡色，而木西草就用嚟製造黃色。不過，松蘭提煉出嚟嘅藍色色素未必完全滲入羊毛纖維核心，所以今日有啲藍色圖案已經褪色。有趣嘅係，掛毯原本嘅顏色多年嘅變化其實唔算太大，反而19世紀修復時補上去嘅部分褪色得更加嚴重，尤其係最後幾段，有啲補色甚至已經變得接近白色。以前冇機器，每一道工序都要有人親手完成，所以巴約掛毯好可能係一項大型集體創作，由多位工匠分工合作完成。有人估計呢幅掛毯係巴約主教厄德，亦都係征服者威廉同庫爾姆嘅細佬訂製呢一幅刺繡，用嚟裝飾1077年7月14號嚟祝聖新巴約聖母大教堂嘅中殿。成幅作品可能用超過咗20萬針，佢背面其實都好有研究價值。針腳點樣走，顏色點樣交接，邊啲地方可能修補過，都可以俾研究者睇到作品嘅製作同保存歷史。一件亞麻加羊毛製成嘅作品可以保存接近1000年，其實本身已經好不可思議。巴約掛毯經歷革命、戰爭、政治宣傳同多次搬遷，每一次都可能令佢消失，所以佢唔單止古老，仲可以話係非常之好彩先可以生存到今日。
佢嘅第一劫係法國大革命。相傳1792年，有人曾經想用巴若掛毯嚟冚住軍用馬車，爭啲將一件中世紀藝術傑作變成軍車篷布。好彩最後有人阻止，先令佢避過一劫。第二劫係拿破崙時代。1803年11月15日，法國內政部要求將巴若掛毯送去巴黎展出。當時拿破崙正考慮入侵英國，一件講威廉成功征服英格蘭嘅作品，自然好啱用嚟製造政治聯想。巴若博物館亦記錄，當時掛毯被要求送到巴黎展示。第三劫係第二次世界大戰。1939年，巴若掛毯被放入地下避難處保存。後來亦曾經喺德戰法國嘅陰影之下被轉移同研究。你會發現呢一件作品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新政權、新戰爭、新政治氣候重新釘上，因為佢唔只係藝術品，仲具有歷史嘅象徵意義。去到2026年，巴若掛毯又再次成為焦點，因為根據英法之間嘅歷史性安排，巴若掛毯將會喺2026年9月借展到倫敦大英博物館。官方亦形容今次係一項英法之間嘅歷史性契約。作為交換，英國方面會將薩頓湖寶藏、劉易斯棋子等新品借去諾曼第展出，即係法國借出一件講英格蘭被征服嘅作品，英國就借出自己重要嘅考古同中世紀珍品。今次借展咁轟動，係因為巴若掛毯莫講話喺英國展出，佢其實甚至乎極少離開巴若。一件可能由英國人製作、長期收藏喺法國，內容卻係講英格蘭點樣被諾曼人征服嘅作品，今日再返到英國展出，呢一種法國出資英國製作嘅複雜背景，同時承載咗兩國嘅國族爭議同埋共同歷史。但其實古代觀眾睇巴若掛毯，未必係好似我哋今日喺博物館入面，佢原本好可能同巴若主教座堂有密切關係。可能曾經係宗教節慶或者重要場合掛出嚟展示，當時嘅人可能係喺教堂或者大型公共空間入面，一邊望住圖像，一邊接收緊一套關於權力、誓言、懲罰同正義嘅故事。如果你之後有機會親眼睇佢，我建議你做兩件事：第一，企遠少少，將佢當成一條中世紀嘅橫向漫畫，由左至右睇一場皇位爭奪點樣變成戰爭。第二，行近少少，睇清楚啲粗獷嘅輪廓、密集嘅針腳、羊毛線點樣壓喺亞麻布上。如果你鍾意用藝術品聽故事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留言話我知。除咗呢一件作品之外，你有冇接觸過一件好出名但係錯嘅作品呢？我哋下一集見。